南区区长肖秀华表示，龙山寺是南区文化重要一环，每当卖日新参与区公所办理的昆士湾乐活文化季活动，甲区公所互动频繁。正因为知影龙山寺外墙需要翻修，特别伫昆生在地龙岗国小办活动的时阵，号召师生、家长做伙投入修祖师爷公厝的活动，共同来为龙山寺完成钟。因为咱龙山寺多咧精修吼，精修，所以讲校者甲咱区公所拢大力有咧支持，啊，开会举办着迄个活动吼，啊，落地讲，啊，那么这其实今日安那样迄基础，迄是重点，就是讲咱这小朋友吼，一个回馈的心啦，大家从伊的零用钱吼，啊5块10块几，拢不管他，咱伊就该落来都办这活动，啊嘛足感谢讲吼，咱的区长吼。啊，对这活动，伊嘛非常的支持。地方跟公部门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合哈，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陈校长、我们龙岗国小以及我们的那个龙山市我们的吴主委哈，因为有这样子地方共同的一个努力之下，我想未来我们的南区会更好。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活动抛砖引玉，让更多的公益活动能够行诸在这个社区。四昆生龙山寺因为当年为龙岗国小全部学生负担学杂费，校方甲囡仔对着会当协助清水祖师完成厝，拢感觉到非常的欢喜。小孩子对让借由这个活动的捐赠，让小孩子说真的是饮水要思源。因为龙山寺对我们的帮忙很大，长期帮助我们学生的学杂费，让我们学生呢都没有后顾之忧，还可以来认真向学。所以我们很高兴呢，就是真的很感谢区公所办理这个活动，然后来赞助我们的龙山寺。主委吴志祥表示，四昆生龙山寺俗称全台开启四昆生祖师爷公庙，是全台上早主奉清水祖师的庙宇，嘛是四昆生地区上重要的宗教信仰，有真侪文化特色，欢迎大家做伙来探访。比如是门前彩花、去井水、大火、囡仔铺，还佫有中秋跋饼等。这次借由活动观看，体现出民众甲公部门一同为庙宇整修的用心，实在让人足感心的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